各位天司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當歡喜又邀請到啲老朋友，因為佢前幾年又來福起來咧，同大家來紹介啲男裝來種嘅陶器數，韓國種到凍好，唔過也幾年過後，佢竟然揾一隻蔬菜，又再個又種無共用嘅果子哦，佢係馬上咯，細細嘅嘅來分享啲老朋友，分享羅金耀羅爸爸，分享。大家好，我是現在很高興來到這裡。好，分享羅爸爸來到節目當中哦，再過100陣來了哦，分享。韓國稍後來係佢講嘅乜嘢，分享羅可口，分享。大家好，我係可巧，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分享兩位同大家再過100來分享。頭擺其實啲男裝種呀陶器數種到凍多，種很多，對不對？唔過一下樣板又轉到通宵來嘅哦，就是換了一個地方，為什麼？因為這心情也比較好想嘅，這想說很想去耍耍，這算是一些友善的。友善的，所以其實年單的男裝，當時爸爸在男裝，其實是一開始是想要去男裝養病的，對不對？對，他原本就是我都說他剩半年啦。那時候因為手術，我們家屬在外面等的時候，醫生是跟我們說他可能存活就是可能就是剩那半年多的時間，所以他後來就想說。我最後一項工程是在南莊完成，那他覺得那邊風景山景太棒了，對，所以他就覺得不然我就來去那邊做閒雲野鶴的那個退休生活，享受那半年。結果就種百香果種一種，種太多，然後而且又菜也種太多了，就是就也沒有半年後也沒有就沒有走掉這樣子，對。這個當初發現這個剩半年，差不多會幾久以前的事情？多久以前了？18年前，18年前，18年前，哇，很棒哎！所以現在男裝呀、中呀、陶器數種到凍後，韓國身體又用好哎，差不多5年前呀都回到了通宵，所以想說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就對了，就是當閒雲野鶴夠了，要回到自己家鄉，回到最舒服自在的地方。對，因為我那時候有在講青年返鄉，然後他就跟着說，那我中老青年我也要返鄉好了。好可愛哦！對，古時候就轉到要通宵唔過你先前啲男裝種嘅陶器數，種到暗後，你有冇想到講回到通宵，我就繼續種陶器數就好了呀？因為通宵本身是海峽菜區海峽海拔菜區是適合，不適合種百香果。對，因為我們那時候我們的百香果品質很好，是因為它的皮很厚，然後裡面湯汁又很多，切開來也不會像人家就是會湯汁就溢出來這樣，它的果實是很飽滿的。那因為爸爸也是希望帶着這樣的品質種出這樣的作物，所以他回來通宵也是第一個先嘗試百香果，可是種出來第一個，它的因為氣候的關係，通宵它是靠海邊，所以它不像山上一樣就是溫差比較高，適合果樹這樣子，就是它的濕度會比較夠，就不太一樣。對，我想來想去，海邊好像能種的只有西瓜，對，西瓜、蘿蔔、花生這些的。對，那唔講也得，後來就想到過愛種這個無花果，對，這又是怎麼找到的？它就是也剛開始是招恩是好的。這剛好也是農會，農會在推廣。對，是說好，沒有人種，是人種看看。所以沒有人種過。對，之前沒有人種過。對。哇，因為他們在農會在推廣，希望就是
鼓励农民种一些取代进口的。对对，因为其实无花果最大的来源，我们还是以进口的为主。对，因为其实也还可能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唔知大家有看过无花果吗？就是看过也还吃过，更不要讲看过它种的样子，只是吃都没有几个人有吃过，更不要说对啊。所以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无花果啊，它的果树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它是那一颗果实是长在树枝上，它是树还还高的，树比人还高，一整串哈，它就是一个叶子，上小小一颗，对，就像我们让它看到跟胸片一样，它很像灯笼对，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是很像啊，对，所以说哈，因为它说好种的话也是很好种，好种也很好种，它很潮湿，怕潮湿，对，而且因为它是鸟很喜欢吃，鸟很喜欢吃，对，所以说要上恩赐，因为太好吃了。因为其实先从妹州也看到那个无花果，其实它的果皮是很薄的，然后又软软的。因为你采收的时候哈，你要手上拿着拖着，剪刀这样剪，你趁下雨的话哈。这样，所以不能太用力，不能捏，就是要这样抽着，然后剪，然后刚好缓缓的放上来，就刚刚好这样掉下来就好。不能刚好拿着，刚好要拿着，还不能让它掉下来，对，还不能像橘子、柳丁这样整篮到是不行，对，都不行。所以它是很高贵的水果，娇嫩，很娇嫩，是一个很珍贵的水果。然后刚刚我们看到，其实给中美二 D 跟温室底度要在温室里面种，那温室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成本了。对，因为它就是像我们台湾海岛型国家，这个湿气比较重啊，因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怕湿，根部怕湿，怕下雨啊。但我们就是很会下雨的地方，对，所以就是其实温室给它的就是怕下雨阻绝掉，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台湾冬天来都会有东北季风，尤其是因为我们靠海边，风很大，所以温室其实就是把那些不好的因素就先隔绝掉。对。所以有温室的状态下，无花果好种吗？是比较好种，而且可以种出来完全没有污染的，完全没有污染，完全没有污染。因为现在下雨，它本身是重金属，对，重金属，对，所以说你一扫下来，完全不用洗。不用洗哦，我们有时候觉得饿就直接吃下来，对，剪下来因为它已经隔绝了甜食唔好嘅变化，还讲咩隔绝了一点污染的来源。不过对果农来讲，轻辛苦嘅系偏虫害、病虫害，是不是其实也蛮不容易照顾的？有，就是它因为它的那个就是蚂蚁跟蚜虫啦，跟银叶粉丝，对啊，因为蚜虫的天敌就是蚂蚁嘛，然后蚂蚁又有它的天敌，就是其实就是还是会有，只是温室比较少一点。对，有，而且其实像我妈妈给小小的开心农场里面，没有种呀一两条为无花果，但它是种好玩的，它也没有温室，就是长在外面。但是呢，给最近呢就读到一点问题，就是无花果怎么好像都没有大够字，都长不出来。今年都长不出来，前几年还有，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但是叶子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因为今年的气候很异常，很热，太热了。你一热的话就是空气中的湿度太少。它稍微一闪出来就干下来，就干掉了。所以这样太热，然后雨又太少的状态下，无花果就长得不好。对。今年是像这个长出来是很小颗，去年的话这个是好，我现在来比一下好了，这个算是个头大中小。算小，这是算小的，最小是这样。那不就像苹果芭乐那么大？小芭乐，小苹果，所以可能一般大的可以长到这么大了。全台湾最瘦的230公克，
这是我算出来的。什么230公克一颗？一颗，哇，230公克，最大颗是爸爸你种出来的哦，这么厉害！所以你还有这样做，人家同时有差不多5年的时间，就已经种到这么好的成果了。就是大家一起继续下来。对啊，农会也会做一些辅导交流。其实很不容易，而且你们还用自然农法自己去研发很厉害的酵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酵素就是因为有的是比较小的，比较小的酵素的时候，小颗的沙，嘿这是血，很细血，很好吃。哦，没办法吃，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比较小颗的，我们拿来酿酵素。那酵素完是不是还会有那个渣？对，我们再倒回去给无花果当肥，这样子。所以就等于再次利用，这是一个循环。土壤它也要健康，它才会长出健康的作物，跟我们人一样，健康的身体才会有健康的。没错，所以就会你做酵素，做起来给泡那个渣，你就再过又不用到奶的度，这是让细发酵哦，再让它自然循环，回到自然，故说全部冇打扫，没有浪费耶。对，安全的样子。我知道今日訪問又在個訪問到呀，羅爸爸韓國家嘅妹嘢啊，就會知道你們有一種喜歡順應自然的感覺。對。其實某部分也是從爸爸的身體狀況感受到的，對不對？對。希望做的順應自然，就跟人體跟自然是一樣的。我們盡量皮膚呀，請刺眼嘅環境，將會種出濃厚嘅果子哦。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韓卡度嘅內容，我同大家分享哦。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無花果安樣嘅果子，因為其實也按多年當來到台灣嘅，咩媽媽該會講佢嘅客家話，意思來講應該係無花果，對不對？無花果，可是你就是光想這個常理就覺得很奇怪啊，因為有果子就聽說有法，這樣會大字啊，故時候今日細單元講聲。農民啦，就會來同大家分享，無花果真嘅無花嘿，真的沒有花嗎？它的花是去哪裡了？其實它有花哈，像你現在切開的話，對，它是在裡面一小一小那個，就是它的花。有，我這裡有那個面的，這是它的花。水粉色，那個水粉色呀，就是它的花，這是它的花。這就是裡面這個紅紅的一點點的，就是它的花。對，這是無花果的花。它是不是有很多朵啊？看起來。是，因為它就是集中在裡面。集中在裡面的。看是它花，所以叫做無花果。無花果看起來像是沒有花，但其實它的花是在裡面，都縮在裡面的。哦，所以無花果不是真的沒有花。它我們現在吃的那個軟軟嫩嫩的那個，就是它的花。軟軟嫩嫩的都是它的花。對。所以既然按難的都得拿到這麼珍貴的無花果，因為其實佢摘下來採收期間。很短，因為它就是要等到給風這樣都得採收嘛，對不對？啊，採收下來都得不用幾多。就是招商好，像冷藏。對，冷藏。對，要冷藏。那冷藏可以放多久差不多7天到10天。7天到10天。對。但是你會摘，一定要等到這樣子紅紅紫紫才可以採。因為本身無花果如果它沒有成熟的話，吃了會傷胃。沒有成熟吃了會傷胃，所以我等到給按熟嘅，這樣做得摘下來，一摘下來立刻就要放到冷藏，就會等到本兄弟度。是，這是炒好，剩下還是就是放冷藏。放冷藏。那我們就請這個羅伯伯跟大家來分享，這個無花果一般來說可以怎麼吃比較好？一般就是剩下的話，像最過癮的。就是採下來馬上吃，這樣子吃下去，好想吃哦！要不是有最 M 應該就生海魚嘛。也有人他是現在切開，
这是这样摇一摇，敲一敲。为什么要？因为它这样会让它的餐汁更好，更浅。这样子搓揉，它是很细。很细哦，我觉得滑滑的，嫩嫩的，哦，有看到，对，好像炒出来很多果胶，对，它这样会比较甜，会比较甜，哦，因为其实无花果水果都会有一些部位它甜，有的部位它没按甜，那其实这样子融合是不是它的？果汁也可以扩散到整个那个水果上面，就很均匀，对不对？哇！我第一次糖豆无花果年了，做的按用浓这个是你先不用等它再过生喽。对，所以其实鲜果有鲜果的吃法，但其实我们在国外。很常看到的是拿来做果干，就可以搭配 cheese 啊，或者是坚果啊，然后就可以配个酒。然后我已经想好了。对，国外吃法是搭配切片配 cheese， 然后配个红酒这样子吃。对。哦，那你们也有自己烘果干？对。对。你们烘的果干有2种，一种是切片的，对，一种是规粒的。不过我很好奇，切片的我看得出来样子，可是规粒的跟我看到的国外的不一样，国外的差不多就像栗子那么大颗，对，像糖炒栗子那么大颗，对，然后颜色也很像糖炒栗子，就是咖啡色啊，没错，你要得有泡耶，你们的看起来个头比较大，对，然后外表是紫红色的，跟我以前看到的咖啡色不一样哎，因为。就是用真的是鲜果下去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等到它转成。对，紫红色的时候再采收这样，因为一般国外我自己有买来吃过，它是比较绿的，然后也是整颗比较绿的下去做成果干，所以有像你刚说的像栗子色，对啊，所以这个黑黑的感觉它就是像就是花青素比较浓缩起来的那个颜色这样子。对，因为我头摆第一个吃过那个无花果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疑惑，我还有吃过无花果它鲜果的口感的人，我觉得鲜果好甜，可是为什么我吃到果干它是经过浓缩的，但是它的味道好像没有这么甜的感觉？对，因为膳食出来的山西只认是完全添加出来的山西啊，它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穿洗干净，就是把那个上口挖掉，伤口挖掉，整颗就下去烘，整颗下去烘，对，因为它屁股它那个地头，对，至少那个是挖下去，而且整颗要下去烘。72个小时，72个小时，对，这么久的时间，然后才可以烘出这么棒的果干。对，但是果干的热量是不是有点高？有哦，其实它热量是还好，它的含钙量是日本水果最好。哇，钙嘛，对，含钙的量，对，钙含量就是说，它变成果干，热量、营养成分也会加倍。像我们中医原理，很多药材都拿去晒，就是因为它的药性会更好。那其实果干也一样，就是说，它除了比较好保存之外，它的营养价值也会提升。对，所以热量其实是还好，但是它是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跟消化。像国外的运动员，他们就有习惯说，我今天就是运动完，就是一定要吃无花果。对，是。所以对，那个意思在讲，因为太好吃了，不小心会吃很多，热量就会有点高，所以要搭配运动，对，要稍微控制。细消哈，很容易就消耗掉。对，很容易就消耗掉。哦。然后单枪有按用给果干之外，还有酵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做亚种酵素给泡，就做在豆都甜 Q 度。但是呢，这个就是第一次使用、第一次利用，就用这个做这个酵素，对不对？酵素做出来是给人喝的，给人喝的那个渣渣。酵素是给好树喝的，给果树喝的。哦，所以因为我其实刚刚有喝过这个酵素。
我听到名字的时候，我实在是有一些的讲，因为但像有无花果，无花果很甜没问题，但是给很加一种东西。就是秋葵，然后秋葵客家话叫野头，就是它就是勾勾的，就是很可怕。然后把无花果这么美妙的东西改野头，我就是心里疼痛也是吃到哦，好可怕哦。但是我刚刚有吃嘞，那个味道好好喝哦，它是有那个很重的蜂蜜的味道，然后完全没有秋葵的那个菜的味道，就是香甜，然后我觉得超适合加气泡酒的，气泡水的。对啊，像我们家小朋友就会加气泡水。对，那他会加秋葵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人对醋啊、酵素，尤其是酵素的可能比较敏感，肠胃啦比较敏感，或者是说有胃食道逆流的，对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是也想喝这个调整。那我们就加了那个秋葵，它的那个黏膜其实对肠胃修复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按用周希尔这个酵素的整个色泽很漂亮哎，也是因为秋葵的功劳。秋葵也有功劳，这么厉害。对，因为如果只有无花果的话，它会放一段时间，它是会上下分离的，这是正常现象。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是要追求现在的商品的卖相，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加了天然的起云剂，就是那个秋葵，它就有能够让它均匀的作用。这样，你们怎么想到的啊？很厉害哎！爸爸研发自己研究出来的。爸爸，你真的很厉害，你又会种头 K 手，又会种无花果，然后现在还熊豆公无花果酵素都在老野头嘎都穷哈，很厉害。因为本身是癌症的患者，癌症患者一直在追寻，在下一直在追求健康的人生，追求健康的人生。所以说，一些癌友他一直会去那里，人家一直在研究，癌友们一起研究，然后大家一起为健康努力，这样子，这样很棒。然后又可以发出暗号给产品。那其实不止直接吃，不止果干，不止酵素，还可以入菜。因为无花果对台湾人来讲真的太陌生了，所以根本不用想入菜这件事情。我能够做甜点已经很厉害了。但是其实爸爸跟可乔今天有一些无花果的料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可以怎么做呢？我之前是有发现说，就是因为乡下人很爱吃控肉，超喜欢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卤制的菜，可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油脂会非常高，所以就是我之前是加红曲，那时候爸爸还没研发的时候我加红曲，可是因为他后来用了之后，想说好吧，那我们来试试。可是我发现它在卤的那个过程当中，除了让肉质比较软嫩之外，它的卤的时间也缩短了。对，有可以达到这个作用，让肉质更快的就做在肉，做在后色，做在黏咪安呢。对，然后还有一个。后来有跟月子中心合作的那个，他们说无花果鲜果去煮，果干嘛，加在鸡汤跟香菇，就是当香菇鸡汤的。无花果干香菇鸡汤。对，发奶效果很好。对，真的。现在的一个月子中心就是吃。这是月子餐，对，所以原来无花果拿来做解酮，做香菇解酮可以发奶，有这样子的功用就对了。所以其实自然的食材吃了对身体就好啦，对不对？那不管是大家每周得发挥创意来吃看啊，可能是补空肉啊，也还讲汉白做点拿来补嘛干，因为其实无花果它就是一个有甜味、有酵素，但是没有太多复杂味道的水果。故说某听说大家每周得来吃看啊，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很多的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應該係福喜來咧頭一擺小嘅嘅果子，我們以前都沒有介紹過，而且對我嘅印象當中，種無花果很多都是在雲林。
就是它好肉粽，不过其实你还得有肉带黑哈嘎饮，对不对？然后现在就又在通宵，我也没听过在通宵有种无花果的。故说给我们也东南的来同大家分享这个无花果，我很喜欢的一种水果，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点，然后甜点上面这几年就会有一些无花果在上面，然后我觉得它跟很多口味都很搭。最流行的目前是千层蛋糕，无花果千层蛋糕，在北部这边、东区这边很流行。我上一次吃到的是伯爵红茶布丁蛋糕，然后搭配无花果，我觉得超搭的，很好吃。故说今日也有请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分享无花果吼，其实来啊种植其实很辛苦啊，然后米西又懂后是不过咩很珍贵的一种水果，不过它有非常多的用途，甚至也可以拿来做面包。对，而且是可调跟社区在地的好朋友，用它来讨论，一起来研发的，对不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我跟那个做面包的大姐，她是在那个是什么农产品市集遇到，然后她起初那时候就是一个白馒头，然后但是它里面是搭配这个农会那时候在推广的彩虹玉米，好可爱哦的这个产品，然后他就想说，那我来把它做脱粒，然后来加入那个馒头，然后因为他摆在我隔壁，我一听我就说天哪，这个太有特色了，我就开始跟他两个就聊起来，跟妹妹没有在摆摊了，我们就聊起来了，因为我很喜欢去摆农产品市集，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点像一个农夫跟农夫之间的交流，你的土地种什么，我种什么这样，然后开始有什么东西之后，我就觉得你有什么优点，我就开始跟他讲，他后来好像觉得说，真的好像可以这样，他本来就有做一些造型馒头，像这个石斛跟草莓，但是就是它在更进化，后面就在更进化，然后就是我觉得农村的元素可以再加入更多，就是比方说像刚刚说的，比较丑、比较小的那些蔬果，那如果说它也可以再加入这个食品里面，是真正加入，因为一般我们可能吃东西都会觉得说嫌麻烦啊，那个又要加什么像我刚刚讲的控肉这些东西，可能大家不会想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其实健康维持它就是这样，你平常就是多用心一点点就好了，每天一点点就可以累积起来这样。对，所以后来就一起研发这个餐盒这样。所以它是一个餐盒，然后里面集合了很多在地社区农友的手艺或者是农产品。对，像这个就是彩色现在看得到那个就是圆圆好可爱，里面它就是放脱粒的彩虹玉米这样子。对，然后像这个比较麦色的这个就是我们加了我们家的无花果，然后跟乳酪下去卷的一个全麦面包，然后紫色这个就是紫薯加下去，也是在地产的，对，在地产的。然后再来这个有石斛很可爱这个图案，它是用石斛的7地米啊，因为石斛它是一个很着重生物链的那个一个，它是生态的指标啊，有石斛就表示有的食材很干净，环境很好，生态非常丰富。但是相对的，因为我们要这样子做，那它的比较卖相不好的农产品也一定会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支持他们这个比较不好的，就是再利用，不然他们会没有动力想要再继续做下去。对，而且其实像暗涌给彩虹玉米啊，我之前有看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给逛这么小它里面的玉米芯好细哦。它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它可食用率其实比一般玉米高。可食用率，对，因为它的芯很小。对，你有没有发现？有。然后我们那个黄玉米一般很大，米粒很小，可是它这个米粒很大。对，然后再来就是它也很容易保存，它这个是糯玉米的一种。是糯玉米，吃起来很软软的那种。对，然后它还比糯玉米更好的地方是，你有看到它紫色的斑点吗？对，它那个就是也是花青素。对，花青素是我们人体最棒的抗氧化剂。对，所以我还蛮推荐把这些东西融入在食材内，就减少吃一些垃圾食物，或者是说，其实你可以就是
比例搭配一下，让自己的饮食更健康，这样。对。而且其实这样子餐盒的概念啊，也是可乔去找大家串联起来。对，就是今天问说，哎，你们家有什么？你们家有就是问这样，然后问到也是问很久，因为当初在做这个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农产品供需的问题。因为农产品它常常会遇到天灾啦，我们讲天灾小一点就可能下雨，雨下太多也不行，太阳太大也不行，所以会有供应的问题。而且今年苗栗没什么雨，对，旱灾，那就影响就会很大。对，所以其实。为什么研发这么久？就是因为我们要确保说这些东西都有，然后刚好现在疫情期间微解封，我就想说，那不然就趁势就推出，因为其实现在在室内用餐不方便，但是我觉得说让大家可以带着走，然后又可以吃到健康，我就顺势就把它推出来这样。哇，很棒！而且其实就把几个菜梯跟 T set 就一个餐盒里面就可以吃到很多不同的农产品、农作物，还有自己的好手艺。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说，董董你去一类想法讲，想要青年返乡、中年返乡、老年返乡，返乡之后会做嘛？大家想说回到农村，那是不是就枪港舔停停？但是可乔好像就走出不太一样的路了。对啊，因为我觉得青年返乡，其实它有一个层面，就是说，因为我们老年人口化蛮开始有这个趋势，所以其实为了要解决那个就是那个照顾的问题，所以一开始他会号召一些青年返乡，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是因为农业开始出现断层，我们太仰赖进口，对，那所以说如果就是年轻人如果愿意回来耕田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断层。没错，对，你看像刚好疫情的阶段这样子，其实变成内需就提高了，我们进口可能就会减少量。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省思说，我们可以再多一点什么样的农业元素出现。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青年返乡，它不是只有。好像就是回来，然后可能写企划书，然后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它是还有更多的生命教育在里面的，就是跟地方做串联这样子。对，每次都有一本可乔拍拍手，很棒。因为做的优雅的想法，然后希望台湾自己可以有自己独立生产的能力，尤其是像这样疫情，全球全部非常非常依赖彼此，但是又受到这样疫情的状态。我们更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的能力。对，没错。对，所以其实农村永续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就是只有耕田，是有更多的经营跟发展。那当然呢，就要有一些好玩的啦，比如说像是农村生态体验，对不对？对。有可以体验哪一些？如果一般就是像很常见就是割稻子啊，然后吃割稻子，这不是很常见。其实，在台北你要割还割不到，我们农村很常见啦。对，但是。还有什么晒稻谷很多啦，然后对你们来讲很平常，是不是？做那个米食、板柜之类的，然后还有我们农场是就推这个啦，就做就是把食物加进去，这样子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体验说，我有这么多食物，它的色彩原来是这么来。然后你在做的时候，你也可以亲手吃到自己做的。像我儿子那一天跟农会家政班员他们在那边做，然后就做，就是对，就很开心。光头那个是我儿子，他们在做那个玫瑰花，再怎么丑还是吃掉，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做的，而且很好吃，他就觉得很好吃。可能不敢吃番薯，可能不敢吃紫薯，对，可是他就吃进去了，又是自己做的，又很漂亮，对不对？其实这就是很棒的食物教育啊。对，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其实。它不只有农村返乡这件事，我觉得不是只有就是写企划书这样，它富含一个生命教育在。我觉得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可以对食材认识之外，他们也可以认识这一个生命他们的表现的。我今天来我就是紫色，我怎么样呈现，然后它的好处是在哪里？这样，然后我有什么优点？对。也知道爸爸，你给了可乔很大的本钱，因为你就种了这么棒的水果给他，然后可乔再过来你种嘅东西，继续来发展。
爸爸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可乔说？他虽然我是很高兴，很高兴，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做哈，也是要年轻人去来接手，去帮忙，找他撒两番话。真的哦，那我讲你要听哦。我讲你要听哦。对，就是两团人共下来大兵给感觉哦，我觉得今天好感动哦，就是除了感动，爱去搞个家乡没有理由按好色个无花果，然后很开心，但是我也很感动，老爸爸韩国可乔亚的两啥个故事，谢谢你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什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时光休息一下，来做运动了。好看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